之前咧有嗰個飛蚊症係好緊要嘅，好似綠豆咁大粒嘅黑掹掹一紮喺你眼上，成日飛嚟飛去。咁但係自從我自己發覺我去服食 Nutrivision 保健品咧，咁佢呢個情況咧係有好大好大嘅改善。有時甚至乎我自己係完全唔感覺到有飛蚊，即係有嗰啲黑色黑點啊咩咁喺你面前飛嚟飛去，冇呢個情況。即使間中有咧，佢都已經係好淡嘅色，同埋已經係好少，同埋係好似牙籤頭咁細粒嘅啫。但係佢喺你唔在意嘅時候，根本就係冇再有發生呢啲情況。就目前嚟講，我自己去服食咗呢一個保健品，到目前為止我自己嘅親身嘅感受同埋嗰個經驗，咁咪希望同大家分享下，係啦。